咁咩係 DISC 咧？咁 DISC 係一個行為風格分析嘅工具。咁啊，將人咧會分為4種唔同嘅種類嘅。咁啊，包括咗 B 掌控型，主要嘅風格嚟講咧係講緊主動啦，同埋係果斷嘅。咁而 I 咧係影響型，咁啊主要方面咧係比較熱情啲啦，同埋善於交際啦。咁而 S 咧我哋叫沉穩型，主要方面咧係比較耐心啲，同埋中意合作性多啲嘅。咁到最後咧個 C 嚴謹型，咁啊主要風格咧比較細心啲啦，同埋着重於一個系統嘅。咁啊透過咗了解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行為偏好嚟講咧，可以喺溝通方面咧更加有進步。尤其是當我哋幫人哋或者自己去計劃一啲叫理財規劃嘅時候，DISC 係更加可以順利可以完成到任務。咁到最後啦，咁尤其是當大家遇到一啲叫長者嘅時候咧，要幫佢計劃一啲叫退休規劃嘅話，嗱 DISC 方面咧係一定可以幫到手。咁至於個詳情係點咧？嗱，稍後時間再見面嘅時候咧，會同大家講多啲，同埋分享翻多少少。